台湾蒙市的少年，两性平权的观念随着教育普及，查某人意识提升，女性权伫台湾嘛豆豆发展出正面的影响。台湾性别平等教育法自1988年起稿，按研究、立法到落实伫教育，30年来有袂歹的成绩。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的资料，台湾2007年性别无平等指数是 0.056， 全世界排第8名，亚洲排第1名。若是甲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发展程度较悬的国家来比，嘛赢过芬兰、冰岛甲德国。会当讲，台湾性别平等的脚步伫国际行介紧。毋过，台湾受传统文化影响，重男轻女的观念震惊真深，社会女权意识甲性别无平等的问题悠然存在。早期农业社会生产爱靠劳力，需要较侪骹手斗做事。长期伫即款生查甫较有帮赞的价值观影响下，查某是食了米尔尔，无一丝仔价值，形成歧视女性的文化。迄个年代，算命先讲，男命无假，女命无真，意思是在讲，查某好命的无几个。一款无妨看中的出世，无命啦。若有，嘛是凑前的菜市仔命。三对比，死查甫死一房，死查某死一人，真正天差咧地。台湾性别无平等，按俗眼就看现现，亲像生囝，查甫囝得田园，查某囝得嫁妆，查某囝是袂使分财产。阁有嫁查某囝较输着贼头，意思在讲，生查某囝是了钱货。假使男女条件同款，定着甲查甫讲做正面的，就像断掌查甫做上公，断掌查某酒空房，看喙查甫食四方，看喙查某食嫁妆。搁较含的讲，10个查某9个晓，即款飘头根本是甲查某拍落永不能翻身的业相。无怪搁一句俗言讲，忙着乞食咱也欢喜，生着奶奶子也受气。激头无平等的两性权，查某囡仔出世就无妨欢迎甲祝福，一款长期世俗的扫价，致使女性受到无公平对待甲牺牲。按咱台湾好名的文化，毋甜、罔饲、罔腰，就会当看出台湾女性无达话的心声甲悲哀。再来，女性一直是男性权力做主体的被压迫者。和谐的社会需要的是爱的人权，毋是靠吞大弱势得到控制的权力。所败，
无下时的世俗传统甲束缚拢爱刣掉。台湾两性性别平等才有法度创造拢总赢的局面。